屬鼠者，2026年丙午馬年農曆2月，運勢全解釋：寧鼠咸財春意鬧，當既敏之子遇上奔騰之午，在極中尋找起飛的風口。步入2026年丙午馬年的農曆2月，屬鼠的朋友們，你們是否感受到空氣中那股躁動不安卻又充滿生機的力量？如果月正月是新年的序曲，那麼2月便是樂章中第一個激昂的高潮。在12生肖的能量場中，子鼠與午馬天生自帶子午雙的磁場。2026年是火氣極旺的馬年，而農曆2月又是草木萌發、萬物復甦的時節。對於屬鼠人而言，這個月份就像是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駕馭一艘快艇，雖然顛簸，但速度極快；雖然考驗平衡感，但只要舵盤握得穩，你就能在浪尖上完成最華麗的翻轉。這是一個動中求財、變中求勝的月份，你可能會感到一些突如其來的變動，或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的焦慮，但請記住，水只有在流動時才具備拆一切的力量。一事業運勢破局而立、轉換賽道的新契機。屬鼠人在2026年2月的事業運勢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，突圍。一、職場環境的震，受子午雙的影響，職場上容易出現架構調整、人事變動或是辦公地點的搬遷。對於習慣了穩定節奏的屬鼠人來說，這最初可能帶來一絲不安。然而，這正是你展現寧鼠機敏的最佳時刻。當同事們還在為變動感到困惑時，你若能率先適應新規則，便能搶先機。二、動起來才有機會。如果你是一名銷售、市場開發者或是創作者，2月份是你頻繁出差拜訪客戶的好時機。不要窩在辦公室裏，多去外面走動，甚至是跨城市、跨行業的交流，會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。本月貴人運撞在遠方與長輩之中，多向前輩請教，能讓你少走彎路。三、應對職場口舌，火旺之年，人心容易浮躁。2月份要特別注意與同事之間的溝通。屬鼠人思慮周密，有時說話較為直接，容易在無意間得罪人。建議在本月踐行多做事、少表態的原則，將精力集中在專業產出上。而財運預測，險中求勝，守住財富是關鍵。2026年2月，屬鼠人的財運呈現出大開大合的趨勢。一、正財，多勞多得，能者居之。隨住事業上的動，你的正財收入相對穩定，甚至可能因為出差補貼、業績達標而獲得額外獎金。但要注意，本月的工作強度較大，這是一份辛苦錢，需要你付出實打實的精力。二、偏財，謹慎博弈，忌諱跟風，受傷磁場影響，本月的投資理財運勢波動較大。對於股票、基金或其他風險投資，屬鼠人應保持清醒的頭腦，切勿聽信所謂的內幕消息而盲目跟進。本月適合落袋為安，看到利潤及時收手，不要貪戀最後一波漲幅。三、支出管理，警惕情緒化消費。由於壓力較大，你可能會通過購買奢侈品或大餐來解壓。2月份容易出現意外的開銷，如家電維修、車輛保養或親友禮金，建議提前預留一份應急基金，避免到月底時捉襟見肘。三、感情與人際，以柔克剛，化解子午火氣。感情方面，屬鼠人在2月需要更多的包容與耐心。一、單身者，桃花雖有，需防爛桃花。本月你的社交頻率增加，結識異性的機會不少，但受流年雙影響，這些桃花大多帶有短暫或衝突的性質。在投入一段新感情前，建議多觀察對方的性格與背景，不要被一時的熱情分了頭腦。二、有伴侶者，避免小事化大。火旺的月份，情緒容易一點就住，你可能因為生活瑣事，如家務分配、財務安排與另一半發生爭執。屬鼠人有時容易翻舊賬，這在2月是大忌，建議取冷處理的方式，當感覺怒氣上升時，先給彼此一點空間。三、家庭關係，多關注家中長輩的健康。2月春寒料潮，老人家的呼吸系統與心血管需要格外呵護，多一份問候能為你積累不少福報。四、健康與生活，
水火平衡，調養身心。在易經中子為水，午為火。2026年2月的健康核心在於水火既濟，心血管與腎臟。由於火氣太旺，要警惕心火過盛導致的失眠焦慮，同時要注意腎臟與泌尿系統的保養，多喝水，少熬夜。作息調整，建議增加冥想或瑜伽等安靜的運動，以平衡外界的紛擾。出行安全，代表碰撞。本月開車或是進行劇烈運動時，務必遵守交通規則，做好防護措施，預防意外的小擦傷。五屬鼠人2月開運小貼士：一、幸運色黑色、藍色。二、水克火，平衡磁場。二、開運物帶有牛造型的飾品，子丑六合，能有效化解子午傷的戾氣。三、幸運方位北方，本命方利於思考與決策。四、修身建議，每天給自己15分鐘的獨處時間，寫寫日誌或靜坐，這能幫助你從紛亂的變動中理清思路。結語：2026年的2月對於屬鼠人來說，不是一個可以躺平的月份，而是一個需要優雅地跨越障礙的月份。雖然子午傷聽起來有些凌厲，但請記住，鑽石是在高壓下形成的，而最醇厚的酒需要經歷發酵的凍。只要你保持鼠類特有的警覺與靈活，將變動視為機會，你就能在馬年的春風裏跑出屬於自己的加速度。願你在這個2月心有驚雷，面如平湖，於波濤之中穩操勝券。